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6月初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2节到36节，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得到赦免。这几天，咱对上帝的受气这个主题讲到着蒙福。咱拢讲着以利甲伊两个囝的问题吼，因违背着职业的道德，对一般来讲，更加重要的是违背着上帝的旨意甲誓约。因伫圣殿内底利用祭司的职权为非作歹。今日的经文，咱也看见着撒母耳的预言啦吼，以利两个囝受到警告，以及将来要面对的灾害。当然，毋是干那以利的两个囝来定，包括以利的家庭啦吼。其实这种违反着职务对罪上帝的情形，到伫现在嘛拢还搁在发生的中间。咱看见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2节到36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，头起先是以利警告伊的囝。以利已经真老，听到伊的囝对以色列众人所做的代志，佮听见因甲会幕门口的做工的妇人人做伙困。以利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做这款歹代志？我对上主的子民听到恁的歹行为，我的囝毋通安尼。我有听到上主的子民对恁的风评真歹，人得罪人，上帝会甲伊审判；人若得罪上主，啥人会当甲伊辩护？毋过因毋听老爸的话，因为上主已经决定要杀因。囡仔撒母耳日日大汉，上主甲人若听伊。27节有言以利家的在下，有一天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见以利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因祖先做埃及的奴隶的时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我对以色列众支族敬亚伦的家做我的祭司，伫我的祭坛献祭，烧香。请以福德祭司的福来服侍我。以色列用火烧献予我的祭物，我拢有分予恁祖先。我所命令伫我的厝献的精神祭物，恁也是安尼安怎甲因糟蹋？你看重你的囝较过头尊重我。竟然准因对我的子民以色列献祭物，摕上好的份额去食甲肥足足。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我虽然捌应允你的家甲你的宗族会永远服侍我，不过现在我上主决定无要搁照安尼来对待恁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因；藐视我的，我嘛要受看，因嘛要受看紧。看日子得要到，我要斩断你甲你的宗族的手骨，安尼你的家族无人会当断火手。伫我赐福予以色列人的时，恁颠倒会看见恁的厝衰败。恁的家庭无人会当断火烧，我会甲你放一个后代伫我的祭坛服侍，毋过你的目睭会失明，心绝望，其他的后代拢会早死。你的两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会同一天死，
这证明我对你讲的话一定实现。我会为着家己设立一个忠实的祭司，伊会照我的心意做代志。我会为着伊建立稳固的家，伊会一世人服侍我所选立的王。你后代所剩的人，拢会对伊求讨来接，讲求你互我参与这些工作，互我通度3顿。有啥物伊哩家爱受到刑罚呢？上帝毋是主爱怜悯的上帝吗？何况伊哩服侍上帝一世人啊？为什么爱受到这种的刑罚？经文讲真清楚，毋是上帝无有听吗？实上是因为因拒绝救恩，亲像咱昨所讲的，因看轻着蒙福的职务，得罪上帝。约翰福音记载着耶稣基督医治的新约，伫毕士大的池的边仔有一个因为破病半身不遂38年久的人，伊并无有任何作为，但是基督将救恩赏赐予伊的时阵，上重要的是耶稣讲，伊甲伊讲话的时阵，讲你的罪赦免啊。虽然每一届水池的水在震动的时阵，伊永远无法度第一个落池得到医治，看起来伊从来毋捌成功过，也嘛毋捌失败过。伊总是伫遐咧等机会。耶稣基督问伊讲：你有想要得到医好吗？伫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到18节。这些代志以后，有一个犹太人的节期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，伫耶路撒冷近阳门的所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人的话叫做毕士大。水池边有5个走廊。伫走廊有真侪病人倒伫遐，有失明的，有歹脚的，有半身不遂的。伫遐有一个破病38年久的人，耶稣看到伊伫遐，知影伊已经伫遐倒真久，就甲伊讲：你爱好起来无？迄个病人应讲：先生啊，水震动的时，无人甲我抱落去水池，我想要落去的时，别人比我较大声落去啊。耶稣就甲伊讲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迄个人就随时好起来，就举伊的床铺起来行。迄日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于迄个互耶稣医好的人，甲伊讲。今仔日是安息日，你举床铺无合法。伊因讲医好我的迄个人甲我讲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。因就问伊，叫你举床铺起来行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伊毋知迄个人甲伊医好的是啥人，因为有真侪人伫遐，佮耶稣也已经点点离开啊。后来耶稣伫圣殿拄着伊，甲伊讲：你已经好啦，毋通阁犯罪，才袂拄着阁较凄惨的代志。迄人离开了后，就对犹太人讲，甲伊医好的人是耶稣。因为安尼，因就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伊伫安息日甲人医病。耶稣对因讲：我会爬到现在一直在工作，我嘛在工作。为了安尼，犹太教当局更较想要害死耶稣，因为耶稣毋若违反安息日的规定，佮称上帝做伊家己的爸，看家己甲上帝平等。耶稣基督带来赦罪的救恩，却被当作是叛逆者来计划要来谋杀伊。因要将耶稣基督的话听入去，因已经好啊，毋通阁犯罪，才袂阁拄着较惨的代志。拒绝的人就得袂着赦罪之恩。诗篇99篇，
上主做王，万民袅袅蹉，伊坐伫天山基路伯，宝座顶大地摇动。上主知识安做大，伊受万民尊崇，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为的名。伊是至圣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意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。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加点的头前跪拜。伊是至圣，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。伊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十二年，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灵分条的中间，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。虽然你有照因的手所做的，甲因报应，犹顾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着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来跪拜伊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感谢上帝圣事安息，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恩典，也好了阮真侪安息日当工来互人得到安息。求主帮助阮明白安息真实的意义，并且愿意真侪实践者，毋卖真侪主动者，阮会当得到赦罪的恩典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